2025台灣上受到好評的電影《大夢》票房破億，也閣得到第62屆金馬獎5項大獎。劇中的拍片場景就佇咧華南影視基地，無法局特別推出限定活動，讓觀眾毋那是看電影場景，更會當進一步認捌基地作為專業影視拍片場戲的角色甲功能。你看到的不是說好像有點像哈利波特影城式的那種設施型的場景，其實反而比較像是說，如何在真實的片場，你看到的只有也許是30%，可是在電影之中呈現的卻是100%的情境感。我們會設定一些有趣的梗，一些 NPC。好，那如果看過電影的人就大概知道說，比如說有飛賊啊，有這個炸油條的老闆。照着實際參訪，希望讓大家理解片場的工課性質甲產業結搭，進一步深化對影視政策甲產業的發展。文化局目前透過招商加速影視基地建設，行政院嘛擬定2階段發展計劃，投入16億經費支持，各界攏真期待會當擴大效應。公共建設跟劇組的拍攝一直同步在賽跑，好，那也請大家給我們一點時間，好，我們一定會呈現最好的狀態來跟大家見面。今年應該還有預計還有2檔的劇組會上映。華南影視基地是台灣頭一座由中央甲地方政府合作發展的國家級影視基地，經濟劇組來拍片，親像是蘇卡羅、嘉慶君遊台灣、無車來去等等，也閣摕到金馬獎、金鐘獎的佳績，後續至少為地方創造超過2.1億的經濟效益。也毋過就現階段也未當對外營運，有計愛等到118年才會當開放。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